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時間，我是今晡日要教大家運動的阿凱先生。等一下要教大家練的是提升我哋肌肉力量的動作哦。提升我哋肌肉力量的話，我手臀腳拿東西的時間、行路的時間那麼有力咯。等一下錄向下聽準先生來運動哦。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先來做18臀身體熱烘來的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一隻腳先開體內烘，另一隻腳向頭前用體內烘。做的時間呢，我的腳向頭前，7條向頭前。師傅先向頭前送出去，送出去的時間，我兩隻手向頭前向當高壓烘來，變下來的時間慢慢的變下來，師傅路向後背，安尼變下來，向後背坐下去，頭前一隻腳伸出，安尼算一個哦，安尼向頭前。數壓烘來，變的時間，師傅向後背數變下來，安尼慢慢的做，變下來，我哋做的時間咧，壓烘來的時間可以縮起。下來的時間可以跳起，數壓高的時間呢，到當高的時間可以停一下，慢慢的變下來，師傅向後背的時間同樣哦，可以停一下哦，上去，下來，一片做下，我哋錄完片，同樣。壓烘來，變下去，壓烘來，變下去，壓烘來，變下去，縮起，跳起。下一個動作咧，做的時間先坐體內烘，我哋的腳一隻變頭前，一隻變後背。變的時間咧，我的手可以變體內烘，身體咧向頭前，慢慢啊向我右手邊轉過來，轉過來的時間，你的腳打開來，慢慢啊。變到安尼，手變體內烘，安尼算100，向個左手邊踢200，2、3、4、5、6，做400就好誒哦。8、9、10。接下來，我開始來做我哋嘅主運動嘅哦。第一個動作，同樣也擺要拿凳呢臀束能手，做的時間，凳呢變我哋嘅頭前，拿一條束能手，兩隻手拿臀束能手，變凳呢當高，一隻腳。用個束能手當高，做的時間，師傅向後背
送出去，18路好喲，莫安尼太多。好，師傅向後背送出去，外邊的一隻腳咧，人頓數能數一隻腳，向後背，順刺，好，歸來的時間慢慢啊歸來，好，向後背，順刺。回來，好，記得我哋做嘅時節，我哋嘅身體都是要平衡哦，做唔得變安尼哦，好，安尼都唔錯嘅哦，唔好變安尼，安尼出去哦，好，我哋身體平衡，同我哋師傅臀腳如何向後背，順刺，好，慢慢啊歸來，好，安尼算100哦，好。1、2、3，好。也係動作咧練咧係我哋師傅嘅肌肉，同我哋腳嘅肌肉哦。7、8、9、10，好，出氣的時間，吐氣，歸來的時間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好，一慢我哋右片做下，我哋嘅左片，向用2隻手拿數能數，左邊的腳，人頓一條數能數，向後背，師傅出力，腳出力，順刺1，慢慢啊歸來，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也係我哋體嘅動作，體呢嘅動作咧，我哋坐蹲等嘅動作，好，可以腳順刺，數能數，用你腳大下，用你手拿蹲，數能數嘅兩片。好，你嘅身體咧要平衡哦，頭拿看頭前，用你手向後背平衡，好，不用輕鬆，手順刺，好，向後背，手臀嘅背囊平衡，好，慢慢啊，不用跪起，向後背。平衡，好，順刺，不用跪起，出力平衡，不用跪起，1、2、3，好，記得哦，你的身體做唔得安尼。因為你呐無力的話會變安尼哦，吼，安尼摸吼，身體平衡，向後背，也可以揾一隻手來做，一隻手用來做，向用數能數，不用腳單高，用一隻手拿頓一條數能數如何誒？向後背1，慢慢啊不用跪起。
2、3，好，記得咯，係用個豎臀的背囊哦，唔係安尼哦，好，安尼都唔錯嘅哦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分片來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多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要學會冇？等下錄看下停頓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接下來我開始來做我哋嘅主運動嘅哦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拿一條樹嫩索，一個動作咧做嘅時間，右邊拿樹嫩索，左邊嘅腳好。讓對我哋嘅樹嫩索用嚟做咧，好，我哋一條樹嫩索用體內風，左腳讓當高，好，另一隻腳右腳嘅用後背，好，樹右邊樹拿頓，好，左邊樹用壓路好誒，向嘅右邊哦，好，壓風來，身體咧。轉過來安尼，回來，變到你嘅右手，同你左腳同高，安尼如何誒？好，空氣嘅時間，你慢慢啊回來，3，好，記得做嘅時間，師傅一片向頭前哦，好，向頭前安尼。唔好變，安尼哦，好，3，慢慢啊回來，4，6、7、8、9，好，慢慢回來。10，好，有個人做嘅時間數冇力啦，做嘅時間會變安尼，安尼做，好，冇力嘅時間休息下，存出，好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我哋一埋一片做下來，揾另一片哦。好，咁樣我哋嘅手揾左邊嘅手拿頓樹嫩索，右邊嘅腳讓頓一條樹嫩索，左邊嘅腳向後背，向體內風，好，拿頓，咁樣哦，存出。向嘅左邊嘅當高，壓風來，1、2，下來嘅時間縮起，風來嘅時間調起，縮起，調起，好，咁樣無力嘅時間休息一下。
好，1、2、3，好，開始了哦。1、2、3、4，慢慢做，回來，出力向東高，下來，向東高，下來。也慢二彎第二個動作。第二個動作做的時間，坐墊的當高，我哋先一隻手做，手捻手用師傅帶下，拿頓也條手捻手，我哋嘅手咧向頭前，好，手模樣安尼哦，打開來，好，向東高，1。慢慢啊下來，2，哦，記得下來的時間，你的手向落背，出去，哦，向東高，向地背，壓你來，好，回來，4，哦，記得。身體平衡哦，6、7、8，好，彎片來做，向用我哋嘅手向頭前，好，做嘅時間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慢慢的下來，6、7、8。也係動作咧，可以兩隻手做，順一條手捻手，用師傅帶下，兩隻手拿一條手捻手，好，向東高，壓高，下來的時間向落背，向下來，上起1、2、3、4，好，慢慢的下來，6、7、8、9、10。運動做起來，也嘛愛來做18本身體比較輕鬆的動作哦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左腳向頭前的體內方，右腳向後背伸出，兩隻手向體內方。開始的時間，我哋左邊的手向落背，向東高，安尼伸出，慢慢啊歸來。安尼算100，吼，向落背，向東高，伸出，回來，伸出，安尼回來，吼。記得咯，做的時陣，你手唔好向後背哦，係向外邊的東高一片，伸出，
慢慢啊變下來，好，唇齒變下來，好，無力的話，你後背一隻腳會開天來風，好，慢慢啊做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我哋要慢穩片哦。同樣，我哋嘅右片腳向天來風，後背一隻腳同樣唇齒，好，手向落背向當高，唇齒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向當高壓風來嘅時節，縮起。下來的時節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好，一慢我哋揾第二個動作，先一隻腳開天來風，兩隻手並頭前，另一隻腳咧。向嘅另一片唇齒，安尼向天來風。好，我哋呢也慢右片，一腳開天來風，用我哋右手向嘅左手片，唇過去，向右手片壓風來，一、二，慢慢做入去哦，三。好，慢慢啊做，轉風來，好，要慢穩片，左腳開天來風，右腳唇齒，好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縮起，頭起。今日教大家的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停頓線上來運動哦，讓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。停頓，我哋下次見。